元615年，农民起义逐日高涨，北平郡的杨仲训、上古郡的王须拔魏刀儿、淮南郡的张喜训、彭城郡的魏其礼都先后揭竿而起，天下义军总数已超过100万人。王须拔、李子图等人还建立了名号，自称帝王。大隋王朝危机四伏。 罪臣叩见陛下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有什么话你就讲吧。陛下赦免了孽子，老臣是寝食难安，不知如何报答陛下的隆恩呢。臣思绪万千，宇文家只有一养女美娘可以代臣赎罪，臣恳请陛下。 让美娘跟随陛下左右，供陛下驱使。哼！哎呀，朕宫中的佳丽数千，个个都娇艳无比，不缺你这个宇文家的一个什么养女，你还是把她另嫁他人吧。陛下若不恩准，老臣更无颜沐浴大隋的光辉。哼！好啊，难得爱卿的一片诚心。 朕就收下你家的养女吧。臣待养女叩谢陛下隆恩。平身吧。啊，养女就在宫外等候。哦，对了，你刚才说这个养女叫什么？宇文美娘。宣，宇文美娘进殿。宣宇文美娘进殿。 罪女宇文美娘叩见陛下。漂亮的女人永远是没有罪的。她是明媚的阳光，皎洁的月亮，和煦的春风，清澈的溪水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如此美妙动听的诗句，让民女心如潮水。 和朕在一起，天天都会让你心如潮水。小女当感谢上天。
下，陛下收了新人，就得喝交臂酒啊。啊，哦，来，大家看看新人如何？陛下是太阳，新人是月亮，有了太阳的光芒，月亮自然明亮。新人不但美如明月，而且诗也写得好啊！哎，梅娘，把你新作的那首诗给大家唱一唱。天下诗赋文章，尽在陛下胸中，臣妾怎好当着陛下的面出丑啊？哎，朕不说你丑，谁敢说你丑啊？尽管唱啊！来，唱啊！泣血无宵日，卷帘识字频。庭梅对我有怜处，仙露枝头一点春。好，哎呀，朕得此才女，乃上天所赐啊！陛下何时与臣妾喝交臂酒啊1个月以后吧。臣妾的美貌已随日月流失，陛下不喜欢臣妾了。哦，非也，朕喜欢的美女太多了。陛下喜欢的美女有多少？天下的美女，朕都喜欢。陛下即使再多情，天下美女也不可能都归陛下所有。哎，朕贵为天子，天下所有的美女都应该归朕所有啊！哎，皇后，你说对不对啊？陛下说过，朝廷的事，皇后不能问；女人的事，皇后也不能过问。朕最喜欢皇后的这种雍容大度。美女可以有千万，但是皇后只能有一个。来，皇后，朕与你喝酒。陛下，臣妾喝不下。哎，你还是嫉妒了？不，臣妾想月容，都3天了，女儿粒米未进。怎么病了？是陛下不让她吃。好了，不要再跳了。快吃吧，不吃肚子饿。吃啊！你不吃我生气了啊！喂，你叫什么？你让我先吃啊？唉，有人不让我吃。谁敢不让朕的女儿吃饭呢？是天啊，天不让人吃，人让狗吃，天不让人吃，你说是吧？怎么，还生父皇的气啊？女儿不敢，父皇是天。好，那现在天让你吃个够，啊，来，你看看，都是你最爱吃的菜。哎呀，这么多好吃的啊！来，快吃吧。饭菜虽好，可小女没心情。怎么，还要让父皇向你承认错误不成？不敢。好吧，父皇向你承认错误，不该下令关你，不让你吃饭，好了吧？还有，哦，又是李渊的事情，是不是？这可是你说的啊！李渊的案子是朝廷里的大事，你一个小孩子不应该过问。
怎么不该问啊？那李渊可是咱们家的亲戚，他是你的表兄，是我的表叔，我怎么不该问啊？哎呀，朕怎么跟你说呢？正因为他是朕的表兄，所以……哎呀，这件事以后你就会明白了。来，快吃饭，快吃饭！哼，不吃。你要是再不吃饭，朕可真的生气了。你干嘛？你要打我？你打吧，反正打坏了我不疼，你心疼。哎呦，这个世上唯一敢不遵从朕的，就是你了。好了，别再让朕着急了。来，快吃饭，快吃饭！哎，坐这儿，朕来亲自喂你，好吗？来吧。吃点什么？我要吃大虾。哦，大虾。哎，哎，好吃吧？父亲，孩儿不孝，让您受这牢狱之苦。你们都是好孩子，你们已经尽心了，可父亲的案子，你们办不了。这是皇上的旨意，以后不要再乱花银子了。父亲，我又去找过月容公主了，公主说她还会再去求皇上，一定让皇上开恩。是啊，皇上的心思你们摸不透，别说是他女儿，就是先皇在世，皇上也不会听的。父亲，照你的话说，咱们就无能为力了。听天由命吧。看见了，看见了。先生，这天上的星辰有何变化吗？陛下，恕老朽坦言，又有一颗灾星出现在地星的周围。这颗灾星会是什么人呢？陛下，街上流传桃李子得天下，这颗灾星只怕还姓李。桃李子应该是李密。大业9年，杨玄感造反，李密就是主谋，可惜让他逃了。是李密吗？陛下，这颗灾星若明若暗，老朽还是无法确定他是何人。那么朕如何避之呢？陛下可去北方，北斗星的光芒可使一切灾星黯然无光。那么朕何时去北方为好？再过几个月，北斗星明亮透彻，光芒四射之时。好，朕盼望着早日去北方。既然北斗星的光芒，王爷，大隋皇帝要被寻了，可靠？宇文化及丢了官儿，你从何处得到的消息？我和那个术士安家陀有些交情，他给了我一个被寻的时间。太好了，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呀！父亲，秃利走了。哦，这么突然啊！月容公主没有到手，她当然要走了。他走的时候说了些什么？他好像说大隋今非昔比，外强中干，至高无上的大隋皇帝早晚有一天会跪在他的脚下。过不了多少日子，皇上就要被寻了。
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征兆啊！父亲，要不要禀报皇上？图里这次来大隋，和你交往甚密，皇上是个多疑的人，这如何禀报啊？那北湖如果趁皇上北巡的时候，史必可汗没有这个胆量。将军，屈突通大将军命你速回河东。10万盗贼，有这么多吗？山西饥民一呼百应，为首的叫吴端儿，数日之内将犯河东。世民，君命不可违，洛阳这边就全靠你了。哥，兵哥无眼，你小心。父亲的案子不可心急，若想让皇上回心转意，只有靠天了。哥，治天的人，我已经找过了。于大人，老夫如今是没有兵权了，才来找你。河东危机呀！河东不是有兵吗？让他们出兵就是了。河东只有3万兵马，可盗贼有10万之众啊！让潼关出兵平息盗贼。于大人，潼关是长安的门户，潼关的兵马没有皇上的旨意是不能动的。再说，屈突通是关内的讨捕大使，他也不便过黄河去平息盗贼呀。宇文大人的意思是，让我将山西盗贼作乱的事情禀报皇上，请皇上下旨派兵了。不，我绝无害你之意呀。于大人，其他地方的盗贼可由当地的官吏自行解决，自生自灭。唯独山西，再过1个月，皇上就要过山西去北巡了。如果山西遍地是盗贼泛滥，于大人，你我都无法向皇上交代呀。宇文大人，那你说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呢？于大人可以上奏皇上，委派河东和山西的抚慰大使负责河东和山西的治安，确保皇上北巡的平安。好，治安这个词用得好，若是治而不安，那就是抚慰大使的事了。有章奏来。臣高德儒恭贺陛下。今日之晨，臣看见2只鸾鸟从西边的宫苑飞至宝城朝堂前面，这是美好的象征。大隋如鸾鸟飞翔，展翅万里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臣恭贺陛下。鸾鸟展翅，如大隋腾空，与日同飞，与月同行。好啊！与日同飞，与月同行，好，好啊！陛下，臣恭贺陛下，鸾鸟之美丽，如大隋之锦绣。与天地同长，与日月同景。封德仪，你身为替朕拟写诏书的官员，鸾鸟飞临朝堂，你怎么说？陛下，臣苦思冥想，实在是想不出赞誉鸾鸟的语言。臣绞尽脑汁，也不知如何描述大隋盛世的前景。还是封德仪会说。史记啊，你也说2句。
臣不善恭贺之词，臣只会待人邀赏。邀什么赏？快说。鸾鸟飞临朝堂，乃亲卫校尉高德儒首见。他最先见到了美好的祥瑞，是因为他诚心暗通天意。臣启奏陛下，奖赏高德儒，顺应天意。好一个天意呀！哈哈哈，胜过1000万的赞誉啊！高德儒，臣在。朕升任你为朝散大夫，赏丝帛100段。谢陛下隆恩。凡是今天见过鸾鸟的人，皆赏赐丝帛。谢陛下隆恩。好啊，鸾鸟的飞临令朕心里格外高兴。朕还有一件高兴的事情啊，今天在这里就不多讲了。阳春已过，夏日将至，朕下个月便将北巡。朕希望各位随朕北巡的爱卿们，能够夜以继日，加紧筹备北巡之事。臣遵旨。陛下，臣有章上奏。讲。陛下北巡，须经河东、山西地界。陛下北巡若要无后顾之忧、无游乐之扰，需要一个得力的人担任河东、山西的抚慰大使。哎，世基说得很对呀。这个人，朕将尽快确定。陛下，地星一带的灾星仍时隐时现，老朽还是无法确定应在何人身上。陛下，臣妾知道应在何人身上。哎，媚娘，这星象乃上天之密旨，可不许乱说。臣妾不会乱说。陛下您看，天上的星辰就像朝廷，紧随地星的都是顺星，顺星在地星的照耀下才会明亮，灾星就不同了。那颗被水汽遮挡的星辰就是灾星，因为灾星被水汽遮挡，所以此人名字里定有水字。媚娘之意，这颗灾星应该是李渊了。李渊的渊字左边是水。不，渊是深水，难起波浪。这灾星之水应该靠君，有君才敢乱。陛下，深夜召臣进宫，不知有何紧急之事。左校尉大将军李浑存有反心，你立刻派军队缉拿李浑，凡李浑家的男人一个都不准放过。陛下，以李浑的胆量，他不敢作乱。你怎么知道不敢？李浑有个侄子名叫李敏，小名弘儿。先帝在位的时候就曾经梦见过都城被淹，所以才新建了西京。现在星象和街上流传的谶言都应验在了李浑一家的身上，所以朕不能不杀李浑。臣遵旨。元吉啊，哥，李浑家出事了，满门抄斩，死了32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姓李。我真担心我们的父亲，他二公子、四公子，老爷，老爷怎么了？老爷他快说呀！老爷，快说！老爷放出来了，放出来了，出来了啊！这人在何处？皇上召见，进宫了。
罪臣叩见陛下。李渊，平身吧。谢陛下。李渊，你心里是不是恨朕？陛下是替天行事，臣怎敢恨天呢？李渊，你不要怪朕，朕是想重用你。啊，孟子有一句话：“天将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”罪臣怎敢有大任之想？平身吧。罪臣请陛下宽恕，罪臣既没能耐，也没德行，罪臣怎敢承担大任？哎呀，你这个李渊呐，你再不平身，你就是抗旨。臣遵旨。李渊啊，你是朕的表兄，跟朕是一家人，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你说元宵节的那天晚上，你当着那么多外人的面让朕不高兴，你说说朕能不让你吃点苦头吗？是臣的罪责。不是罪责，是失误。朕让你吃点苦头，也不光是为了惩罚你，而是想委重任于你，所以要先磨练你的心智和筋骨。臣有愧于陛下，不知陛下的苦心。啊，李渊啊，朕跟你讲啊，朕在北方有3个重要的地方，一是西京长安，那是我大隋的发祥地，也是大隋的根基。现在由朕的孙子代王佑替朕掌管。第2个呢，就是东都洛阳，朕准备交给越王统。然后就是太原，朕准备交给你。陛下，你给臣的使命太大了，臣怕是力所不能及呀。哎呀，你和朕是一家人嘛，你不替朕分担一点责任，朕还能依靠谁呀？臣是怕有负陛下的信任。哎，你的能耐朕知道，而且你那2个儿子都是你最好的帮手，让你去，朕是最放心的。朕呐，准备先让你做河东和山西的抚慰大使。河东你本来就非常熟悉，而且你的儿子建成也在那里，啊，然后呢，再把山西也交给你，为的是让你带朕掌管太原，制定政命，罢黜提升各级的文武官员，这些权力都归你这个抚慰大使。抚慰大使的事情做得差不多了，然后你就去坐镇太原，那可是朕的北方重镇。太原、长安、洛阳3足鼎立，这是我大隋的3根支柱啊！你明白朕的苦心了吗？臣即使肝脑涂地，也绝不负陛下的信任。哎呀，起来，李渊，起来！朕希望你速去准备，3日后启程。臣遵旨。父亲，皇上的心思还是越发的揣摩不透，他为什么会让李渊去做河东山西的抚慰大使呢？这就说明你的书读得不够，你不如美娘啊！父亲，你这话我就不能认同了。孩儿跟从父亲多年，怎么会不如美娘呢？媚娘观星象，她若是把灾星应在了李渊的身上，皇上未必相信，因为李渊毕竟是皇上的表兄，是我的对头。可美娘没有，她隐说李浑是灾星，李浑是我的亲妹夫，美娘也应该叫她声姑父。李浑这个姑父，吝啬无信，父亲帮他继承了爵位，他却食言，不把封地的赋税分给父亲，真是令人生气。
且不说李魂是个什么样的姑父，媚娘这样说，便是尊天意，不徇亲情。孩子，媚娘要得宠了，咱们宇文家又该出头了。二哥，你要走了？明天一早。怎么说走就走呢？皇上的旨意。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不知道。听父亲说，皇上还要我们去太原。我不想让你走。君命不可违，父命更不可违。你能不能晚走几天啊？就你自己。父亲说，皇上下个月北巡，河东山西盗匪有10万之众，时不我待，必须要尽快平息。你要去打仗吗？对。我这就去找父皇，让他把你留下。公主，你怎么样对皇上说？说有盗匪10万之众。皇上最不喜欢听的就是盗匪众多。况且我父亲刚刚出狱，将还会在被皇上……我可以不告诉父皇，不过你必须答应我2个条件。好，你说吧。第一，不能受伤，更不能把命搭进去。天下还没有能伤害我的人。兵戈无眼，你必须答应我。好，我答应。第二，你说吧，我也会答应你的。我让你做父皇的驸马。你怎么不说话啊？月容公主，我不能做皇上的驸马。你不喜欢我？不是，我已经有了妻子。你骗我！我没骗你。来洛阳的时候刚刚成了亲，是长孙无忌的妹妹。李世民，你是个大骗子！你骗了我，也骗了父皇。我没骗你，我真的有了妻子。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你早也没问呢，你只说我们要以兄妹相称，我也不知道你想。对不起。我去告诉父皇。父皇，你得替我做主。哦，谁惹你了？李世民。李世民，他能有那么大胆子？他敢吗？他敢！他欺骗我，他是天底下第1号骗子，他胆大包天，你得为我做主。好，朕当然要为你做主了。谁欺骗朕的女儿，他就是欺骗朕。跟朕说说，他怎么欺骗你了？朕一定饶不过他。他说呀，没有证据，朕怎么惩罚他呀？他已经有家室了。啊？嗨，他有家室，有家室就有。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？他那个土样，谁看上他了？既然你没有看上他，那人家有家室就有家室吧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父皇，你真坏，我不理你了。哎，月容，别走啊，陪朕看书。我们今天取消约法三章。河东的局势，李大人已经知道了吧？听说了，10万盗匪将犯河东啊！李大人，
世基有世基的难处。盗匪的事情，恕世基不能如实向皇上禀报。于大人，不必说了，李渊能够理解。河东的盗匪不足惧，李渊担心的是山东、河南的盗匪，那确实有泛滥的趋势啊。哈哈哈，李大人不必担心，世基已通告各郡县，凡有盗匪作乱，可不必上告朝廷，自行起兵剿灭。若是各郡县的兵力不够呢？岂不任盗匪横行？萧大人，你把盗匪说的也太可怕了。哼，盗匪不可怕，就怕有的郡县剿灭盗匪不成，反被盗匪所败，又不敢上报朝廷，即使上报了朝廷，又反而隐瞒了下来，那才叫可怕呢。谁要是隐瞒盗匪的消息，萧大人可以禀报皇上啊。你以为我萧瑜不敢吗？萧大人当然敢了。萧大人的姐姐是当今的皇后，萧大人什么都干。那河东盗匪的实情，还望萧大人如实的禀报皇上，多调些兵马，这样李大人就不用做难了。你，好了，于大人、萧大人，河东的局势，请两位大人尽管放心，李渊一定尽快的消灭盗匪，让皇上平安北巡。李大人，河东局势若有什么变化，你随时派快马报告我，无论需要什么，我将尽力帮助。谢谢萧大人。李大人，河东的事拜托了。你放心吧。父亲，邢府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于大人、萧大人，告辞了。等你消息，盼你的捷报。一定。盗匪的情况摸清楚了吗？全都摸清楚了，绝大部分是饥寒所迫的农民，为首的兀端儿振臂一呼，便有了10万军队，可以说是乌合之众，不堪一击。我看啊，你们千万不要轻敌，他们都是被逼造反，生死不顾，打起仗来不要命的。好，这些孩儿都考虑到了。河东有坚固的城墙，军粮也很充足，而且我把部署做了一番调整，盗匪就是拼光了性命，也进不了河东。我不想固守河东，等着盗匪来犯。那父亲的意思是，皇上下月就要北巡，如果吴端儿虚晃一枪，不进攻河东，而是返回山西，将危及皇上的安全。我们不能坐等他们来犯，应该主动出击。父亲，河东只有3万军队，若是留1万军队守城，那么我们只能出动2万兵马，而盗匪有10万之众，要稳操胜券，绝非易事啊。我也是拿不定主意啊。我们可以请朝廷增兵，萧雨大人答应帮助我们。朝廷的兵他是请不来的，否则于世基和宇文述也不会推举我来做这个辅卫大使了。父亲，我倒有个主意。说说看。盗匪都是因为饥寒所逼，才揭竿而起。我们派一支粮队，一支庞大的粮队来吸引盗匪，盗匪必然蜂拥而至。你们想，一群饥肠辘辘的乌合之众，见到粮食岂有不抢之理？他们的士兵一定会失控，或者部分士兵失控。我们再出其不意，擒贼擒王，消灭吴端儿，10万盗匪就会烟消云散。好主意啊！啊，父亲，市民也可以带兵打仗了。父亲，万一他们不来抢粮食，那我们如何消灭这10万盗匪啊？他们不抢粮食，那就不叫盗匪了啊！建成啊，你留在河东，我和市民率2万军队去袭击吴端儿。父亲，还是我跟市民一块去吧。我们都长大了，应该替父亲分担一些责任了。父亲，我们兄弟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不是不让父亲失望，是不让朝廷失望。建成，市民，这一仗非同小可，要一仗歼灭吴端儿，平息河东盗匪。我们会的。
父亲给你们这个机会，建成做主将，世民做副将，袁吉和我留在河东。父亲，我也要去。你先陪着父亲，以后还有机会。建成市民，士兵由你们挑，将领也由你们选。去吧，去准备吧。遵命。士民啊，第一次指挥打仗，或是说打这么大的仗，心里紧张吗？哥，你呢？哈哈，我这已经是第5次了。我是说第1次。和你现在一样。我紧张。我也紧张啊，但是仗一打起来，就什么都忘了。公主，什么事啊？本宫又不是没长耳朵。李世民有消息了。我不认识他。啊？嗨，这个李世民太没情义了，干嘛要离开东都去跟盗匪打仗啊？害得公主整天提心吊胆的。不要再跟我提李世民。啊，好，不提了，不提了，小的再也不提了。哎，公主，河东来战报了，战报上说河东出兵2万去和盗匪打仗。可是盗匪啊，有10万之众啊！多少？10万之众，铺天盖地呀！他去了吗？谁啊？还有谁啊？就是他啊！他是谁啊？你再不说，本宫就杀了你！啊，我说，李世民也去了，当将军了，可威风了。哎，公主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找父皇，给李世民增兵。哎，公主，你可千万不能去啊！你要是告诉了皇上，这李世民就是打了胜仗，他也活不了啊！这谁说的？萧瑜大人亲口说的。哥，武断儿能来吗？肯定来。这条大鱼已经闻到味儿了。李将军，盗匪开始袭击粮队。有多少人？几百人。告诉侯军机将军。不理睬盗匪，粮队继续前进。是。大王，官兵的粮队不顾骚扰，继续前进。看来这的确是一支粮队。大王，还是再试探一下吧。多过外心，优柔寡断，是成不了大事的。大王。此时此刻，在这样的地方出现一支庞大的粮队，兵不厌诈，还是再试探一下吧。好，再派2000弟兄袭击粮队。是。李将军，盗匪截住粮队。有多少人？好几千人。告诉侯军机，停止前进，抵抗盗匪。是。大王。官兵的粮队已经截住，可士兵不肯投降，粮食一时弄不到手啊！他们有多少人？上千人吧。2个对1个还胜不了，废物！大王，弟兄们10几天都没吃饱饭了，身上没劲了。破釜沉舟，抢到粮食就有饭吃了。大王，杀鸡不用牛刀，让我去吧。好，带上1万弟兄，再拿不下粮食，别再来见我。是，大王。走！李将军，盗匪越来越多，侯军机将军顶不住了。有多少人？足有1万人。武端儿出现了没有？听说有，可没看见他的旗帜。告诉侯军机，一定要顶住，我即刻出兵。是。这。哥，我们可以出击了吧？等一等，等武端儿出现了以后再说。1万盗匪，应该是盗匪的主力。武端儿肯定来了，如果不及时出击，侯军机他们有生命危险。打仗岂能没有危险？
若此时出击，只能击溃盗匪，而不能全歼盗匪。大王，怎么样？粮食到手了没有？还没有。如顾本先说，一定要把粮食抢到手。一个多时辰了，10个对1个还拿不下来，本王能放心吗？大王，如顾本先说，再有半个时辰，粮食全部抢到手。大王是主帅，不能轻易出动啊！夜长梦多，本王再不出击，官兵的援军就到了。大王，独孤本先不用说了，独孤本心他不是大王，我是大王。冲！大公子，你为什么不出兵？是不是害怕了？害怕就不要当这个将军。侯君集，士兵，让他说完。我说就说，胆小鬼，不配做将军。那么好的兄弟，都是因为你死在盗匪的手里。你骂完了没有？没有。兄弟们的阴魂不散，我骂你一辈子。我问你，盗匪他们在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杀人抢粮食呗。多少人在抢？人山人海的，都在抢粮食呢。要不是他们抢粮食，我这条命也没了。士兵，你带一队从右边，我带一队从左边，目标都是武端儿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哎，那我呢？哼，你去准备酒，等着我们温酒斩华雄。出击！走！陛下，河东战报，河东大捷。河东大捷？什么大捷？陛下，李渊率部在霍州与吴端儿激战，杀敌1万余人，俘获6万余人，匪首吴端儿战死，仅4000残匪逃亡。河东诸州县都已尽归朝廷。这是河东刚刚送来的战报，请陛下过目。陛下英明，宏图齐天。哼，啊，众爱卿都平身吧。谢陛下。河东这么多的盗匪是从何而来的？啊？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？啊？朕并非是闻喜不闻忧，朕最不愿意听到的，就是那些不言如何剿灭盗匪，只是在那儿制造恐慌、夸大其词的消息。盗匪嘛，哪朝哪代没有？何必这样大惊小怪的呢？啊，对，于世基爱卿曾经对朕讲过，鼠窃狗盗，可由各郡县自行主捕，这才是为臣的榜样吗？你们身为大隋的重臣，拿着朝廷这么多的俸禄，不替朕分忧解愁，不替朝廷分担责任，朕要你们这些大臣还有什么用啊？至于说李渊的战报，虽然盗匪的数量有所夸大，但他毕竟还是把盗匪全部消灭了，所以朕还是要重奖他。哦，对，宇文爱卿，臣在。你马上去一趟河东，传朕的旨意，赏李渊黄金1000两，丝帛1万段。遵旨。啊，另外，你要告诉他，所俘获的盗匪全部斩杀，不留后患。臣遵旨。
老师啊，宇文述这么快便得到皇上的重用，不会只是因为他把养女送给皇上了吧？皇上不会因为个女人去重用一个朝臣的。老师，皇上是否还是不相信李渊，重新启用宇文述，以便牵制李渊？德仪啊，朝廷这些事，你是越来越明白了。这都是老师的教诲。老师，学生是担心宇文述假公济私，限制李渊剿灭残余盗匪，这对皇上北巡可是非常不利呀。你放心吧。还有萧雨呢，我已经给萧大人交代过了，他会牵制宇文述的。哎呀，老师毕竟是老师啊。李大人，这是皇上赏赐的，黄金1000两，还有丝帛1万段，随后就运到这儿。谢皇上隆恩。宇文大人，来，请上座，请。李大人，这回你可露脸了。皇上高兴，满朝文武都高兴。皇上北巡，无后顾之忧了。李渊微不足道，盗匪被灭，是皇上洪福齐天呐。李大人居功不傲，我一定把你这番话禀报给皇上。谢宇文大人。李大人，不过有件事我必须提醒你，皇上对河东有众多的盗匪，一直是心存疑虑啊。李渊不敢瞒报，盗匪确有10万之众啊。李大人，你还是这么认死理儿啊？大人，这不必再争论了。盗匪是多也好，是少也好，都已经消灭了，皇上也赏赐了，这一页就算翻过去了。李大人，那些俘获的盗匪，你处置了没有啊？还没有，我正欲上奏皇上，赦免他们的罪责。为什么要赦免呢？这些俘获的盗匪，大部分都是随波逐流的当地农民，生活窘迫，一时迷途。要是杀了他们，他们的亲戚朋友必将与朝廷为敌；要是赦免了他们，他们会铭记朝廷的恩德，不再与朝廷作对。李大人说的是有道理，可老夫临来的时候，皇上是发了话的。皇上说什么？盐城盗匪全部斩杀，一个不留。这皇上可有圣旨？没有。可皇上的意思是，盗匪可恶，必须不留后患。当然，皇上并不知道，河东的盗匪都是些农民，是随波逐流。李大人，你刚才这番话是有道理的，是为朝廷好，更是为皇上着想。李大人，我看这样，俘获的盗匪就按照你的想法处置，我把你的奏章带回去，禀报给皇上，你看怎么样？杀6万盗匪，一个不留。父亲，6万盗匪不能杀，不杀就是抗旨，死罪。皇上没有圣旨。皇上的话就是圣旨。宇文述说了，皇上只是说说而已。你知道宇文述安的什么心吗？不管他安的什么心，只要没有圣旨，我们就可以放他们回家。这也是为朝廷好，为皇上好。你是为皇上，
可皇上不认。杨玄感作乱的时候，皇上杀了好几万人，他还嫌不够。他说大隋的人太多了，才会出盗匪。皇上糊涂。哼，不许这么说。父亲，我无意诋毁皇上，我也很崇敬皇上。皇上是天子，为臣知道我也明白，但是他太不了解下情，他太不爱惜自己的子民了。我以前没有去过乡下，见到的都是豪华的宫殿、官邸、繁华的街市、商埠。今年春天，我去了2次乡下，触目惊心。年年征战，修运河，老百姓太苦了。如果皇上只知道杀戮，不知道安抚人心，那盗匪就会像洪水一般澎湃而起，吞掉大隋的。父亲，市民说的对啊，只知杀戮，不知安抚。一旦盗匪像洪水般泛滥，不但会吞掉大隋，还会吞掉我们李家，吞掉一切。今天白天，您曾经说过，那些盗匪不过都是河东的百姓，被逼无奈揭竿而起。如果我们杀了他们，他们的父兄和亲朋都会成为我们的敌人。只有安抚他们，河东才会安宁啊。如果皇上追究下来，如何交代？为了大隋，为了皇上，相信皇上会谅解的。你不了解皇上。传令，明天早上斩杀所有盗匪。父亲，那可是6万条命，6万条活生生的生命，不能因为皇上没有谅解，就把他们都给杀了。他们不死，我们就得死。说你们是盗匪，你们不服，叫你们义军，朝廷不答应。我们都是踩着河东黄土长大的，我在这儿叫你们一声弟兄吧。弟兄们，不是我侯君集无情啊，那是朝廷的命令，反叛朝廷，那是死罪。走出这一步，没法回头了。今天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，也没什么好送的，送给你们，你们也带不回家了。我们家李渊大人送给大家伙一顿饱饭，有酒有肉，还有白花花的馒头。弟兄们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好上路啊！啊！弟兄们，吃吧！弟兄们，时辰不早了，还有许多兄弟等着吃呢。啊，吃饱了喝足了，死了也不冤了，吃吧！弟兄们，这就是命啊！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认了吧！啊，20年后还是一条汉子，大家吃吧！啊，吃吧！弟兄们，时辰到了就没工夫吃了，啊，饿着肚子上路。那可不是滋味啊！啊，吃吧！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回去！住手！住手！回去！回去！都给我回去！没骨气！
我们发过誓，就是冻死、饿死，也不吃大隋1粒米、1口馍。这位兄弟，话不能说绝了。看你的年龄，也是吃大隋的饭长大的吧？是，我是吃过大隋的饭，但是我也为大隋出过力，牛马之力，开运河、修东都，东都建成了，又让我们去远征。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我九死一生跑回家，地荒了，孩子死了，媳妇儿走了，可大隋的税不但没减，反而越来越多了，让我们怎么活？我们不想活吗？我们不知道朝廷有王法吗？我们是活不下去了，但凡有一点生路，哪怕只有一点儿，我们也不会铤而走险走这条路啊！如此贪婪吝啬的大隋，扳倒了也好，即使扳不倒大隋，也要溅他一身血。兄弟们，大隋欠我们的太多太多了，现在他想用一顿饭来买个好，哼，做梦！兄弟们，别让他们看咱们的笑话，咱们要比大隋死得好看，死得像个人样。留着你们大隋的饭，祭奠你们大隋的亡灵吧。我坚信，早晚会有一天，大隋会倒下。你们把他捧得越高，他倒得越快。会有一个明君站出来，拯救天下的苍生，拯救苦难的百姓。弓箭手准备，快！准备！哥！你是？哥，我是杜国安哥。兄弟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这是赶了官府？没你这个兄弟！哥，爹死了，娘死了，我待不下去才离开的。哥，兄弟想你。那好，你再看我一眼吧，再看一眼，你就没有这个哥了。是官府杀的，是你的大人杀的。不，我不能没有哥。李大人。李大人，李大人，你放了我哥吧，他是我亲哥，我不能没有哥，我就这么一个亲人了。李大人，我哥他不再反朝廷了，不再反了。李大人，你放了我哥吧，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你。杜国安，在姓独孤的有骨气，不求他，死也不求他。李大人，我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。杜国安，你站起来！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李大人，你放了我哥吧！杜官，你这个没骨头的东西，你不是我的兄弟！李大人，你就放了我哥吧，放了我哥吧！父亲，独孤安是我兄弟，独孤安姓独孤，我奶奶家姓独孤，姓独孤的都是我兄弟。父亲，你就放了他吧。李世民，独孤安糊涂，你也糊涂吧？放了盗匪，这是违背圣旨。父亲。圣旨是让你安抚河东，杀戮并不能安抚民心，民心不安，又如何安抚河东？父亲，世民说的对啊，放了他们吧，这也是为了朝廷啊。我对朝廷怎么交代？我对皇上怎么交代？父亲，杀人的圣旨我们没见，可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呀。李大人，我为我的兄弟们求你一次，给他们一次活命的机会，他们一定会知恩图报的。
害我呀！是要害我全家呀！把他放了。那其他的人呢？全都放了，发给他们一些银子和衣服，让他们不要忘记，这是朝廷的恩德。遵命。兄弟，好兄弟！什么？李渊把盗匪全都放了？是，一个不留，还发了衣服和银子。宇文述，你马上带着朕的侍卫赶往河东，把李渊给朕抓回洛阳来。朕要当面质问他，他的眼里还有没有朕，还有没有朕的大隋朝廷？陛下，李渊一家对老臣积怨甚深，倘若是……你怕什么？他如果敢对你无礼，那就是造反，那是要株连九族，满门抄斩的。臣遵旨。陛下，臣有章上奏。讲。李渊送来奏章，请陛下过目。奏章，朕就不看了。你说说吧，他在奏章里都说了些什么？是不是又消灭了多少万盗匪？李渊说，河东已经没有了盗匪，河东的百姓纷纷上书，盛赞陛下的恩德。什么？盗匪又没有了？这个李渊在搞什么鬼啊？李渊说，河东的盗匪已全被消灭，剩下的是一些受盗匪蒙骗的百姓，随波逐流。他待陛下给予他们教诲，并帮助他们解脱贫困，并以陛下的名义，把赏赐给他的1000两黄金，分给了那些受蒙蔽的百姓们。百姓对陛下感恩涕零，发誓永远忠诚于陛下，守护乡土安宁，守护大隋盛世。这个李渊很会讲话，也很会办事。他这是先打巴掌后给枣，可是朕恰恰相反，朕是先给枣，再打巴掌。哦对，萧爱卿，陛下，关于抗旨一事，李渊是怎么解释的？奏章上没提圣旨的事。啊，就是这让他斩杀6万盗匪的事情，他为何不办呢？奏章上没提此事，是不是宇文大人对李渊大人没有说明白，或者是忘记说了？陛下，斩杀俘虏一事，臣在河东和李渊是说的明明白白，斩杀6万盗匪，一个不留。陛下，李渊大人一向谨慎，绝不会行抗旨之事。陛下，老臣对陛下一贯是忠心耿耿，绝不会忘记昭明陛下的圣旨。哎，于爱卿，李渊的事，你怎么看呢？陛下，李渊夸大战果，这是他的错，陛下原谅了他。那6万被俘的盗匪嘛，陛下，臣以为李渊既是夸大战果，就根本不可能俘获这么多盗匪，或者根本就没有俘获盗匪，所以他就无法斩杀。啊，宇文爱卿，你到河东去见到了李渊俘获的盗匪了吗？也就是如此众多的盗匪。臣
没看见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这个李渊的过错还是在于夸大战果。好，萧爱卿，你马上去一趟河东，昭明朕的旨意，李渊一步都不能够离开河东。关于释放盗匪一事，不管他放了多少，哪怕只有一个，一经查出，朕也不会放过他。臣遵旨。李大人，李大人，哎，萧大人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来来，坐。李大人，你怎么把盗匪都给放了？怎么了？皇上发怒了啊！父亲，请用。孩子啊，以后这些下人干的事情，你就不要干了。皇上叫孩儿做你的奴仆，孩儿不敢违抗圣旨。过不了多久，皇上就会改变他的圣旨。有什么消息吗，父亲？媚娘最近封为丽妃，皇上常去宠幸她。这么说，我们该有出头之日了。媚娘只能传个话，出头要靠自己。啊，孩儿明白。父亲，河东那边有什么结果吗？还没有。不过，皇上最怕听到的是盗匪，最恨的也是盗匪。李渊把盗匪放了，迟早是要倒霉的。哼，说话呀！你们不是很能说话吗？嗯，又是人心又是洪水的，怎么如今都哑口无言了？做善人送银两，心血来潮谁都会，可是对朝廷对皇上，不能有一点的马虎。你以为你是为了朝廷为了皇上，你错了，你是抗旨，你是与盗匪同流合污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罪吗？啊，不是杀一个人的头，是满门抄斩。父亲，盗匪是我放的，若是皇上追查下来，我一个人顶着，同你和市民没有关系。你顶得了吗？抚慰大使是我，你的父亲。父亲，事已至此，埋怨也没有用，只有想对策。你能有什么对策？我去洛阳找月容公主。月容公主，哼，她也办不了这个事儿。父亲，我有个主意，再写一道奏章送上去。上次的奏章你们写的天花乱坠，可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。父亲，我哥上次写的奏章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。萧大人说，皇上没有马上追查，就是因为我哥写的奏章。哎，你说吧，这道奏章怎么写？我们就这样写：宇文述同父亲有仇，有意隐瞒圣旨，斩杀盗匪一事只字未提。你这不是让父亲欺瞒皇上吗？父亲，兵不厌诈，我们这是为了生存呢。可宇文述不会认账的。宇文述是一个人到河东来的，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他作证啊。好吧，那就这样写。父亲，我觉得应该把小弟、母亲和家里人都接到河东来，以防不测。陛下，李渊又送来奏章，念。父皇在上，因倒卖永丰仓粮食一事，宇文述对臣怀有仇恨，上次来河东有意隐瞒圣旨，斩杀盗匪只字未提，请陛下明察，于臣李渊。你认为宇文述会隐瞒朕的圣旨吗？宇文述是否隐瞒圣旨，臣不敢妄下结论。但宇文述仇视李渊一家，朝臣皆知。史记，你认为宇文述敢隐瞒朕的圣旨吗？
若说宇文述有意隐瞒圣旨，他没这个胆量；倒是因为倒卖永丰仓的粮食，他与李渊一家结仇，传达圣旨闪烁其词，不是没这个可能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宇文述对李渊没有讲明白？这是臣的猜测，还需明查。查？怎么查？一个说有，一个说无，又没有证人。好吧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，你现在就去查，查不出个水落石出，朕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臣遵旨。陛下，臣还有些担心。你是担心他们两家再闹起来？正是。陛下就要北巡了，若是因为他们两家争执不休，使得河东、山西不得安宁，这对陛下北巡可极为不利啊。好吧，那就在北巡之后再查个究竟。臣遵旨。哥，这回我们可以松口气了。皇上已经到了雁门一带。你指什么？皇上途经河东、山西地面，一路平安，没有盗匪袭扰。父亲这个抚慰大使可以交差了。不能只看眼前的，兄弟。皇上回来还会追查我们的。你是说，咱们释放盗匪一事？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这是孔老夫子说的。哎，射得不错。将军，叫什么名字？独孤本心。独孤安的兄长。我是将军的俘虏，应该死的人。是独孤安救了你？不，如果不是将军冒死抗旨，我就是有1万个兄弟，也早就没命了。好好练吧。我会的，为了将军。大哥，独孤本心，你没有把他遣送回家？我把他悄悄留下了。父亲知道吗？世民，你知道河东现在有多少人马吗？不是3万吗？5万。像独孤本心这样的人都能成为我们的士兵，我们就没有近忧了。云荣，来，哎，你来看看父皇的雁门行宫如何？还行吧。你看看这龙头，所有的摆设，跟朕在长安和洛阳的皇宫一模一样。朕在江都、太原好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行宫。朕坐在这里，就像坐在长安和洛阳的皇宫一样，朕的龙威依旧存在。父皇，除了行宫就是龙威，你能不能说点别的？又不愿意听了。好，不愿意听，朕就说点别的。你想听什么？不知道。嘿，蓉儿啊，过几天父皇带你到塞北去，看看塞外的风光，骑着骏马，沐浴着草原的微风，而且驰骋在塞外的草原上，那是别有一番情趣啊！父皇想去，那就去吧。
刚才的马简直骑的是太好。是啊，陛下，您不知道，我们在后面呀，那是怎么追都追不上啊。朕虽然久疏战阵，但是论起骑马，你们谁都赶不上朕。陛下金戈铁马，纵横天下，臣等怎么敢与陛下相提并论呢？北胡人在10几里外就诚惶诚恐，弯膝叩首，没有人敢骑马。北胡的启明可汗在官封行殿上向陛下称臣。那时候朕还不到40岁，简直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。记得朕当时曾赋诗一首，至今还记忆犹新。长风牵马走，行殿京塞外。天高白云尽，草阔牛羊耳。